在地人在地情，婚林口湖有一个青年，大学毕业回到家乡来试芳，伊生产的海口蜜，甜甜带淡薄仔咸咸的口感，相当的特殊，是别位食袂到的好滋味。 婚林关口乡是全台湾有名的渔产之乡，市面上真侪高经济价值的渔产，拢来自口湖。那口乡的环境嘛，真适合饲芳。海鲜的优点就是，其实它蜜会比较多啦，因为它本身是有一些花花草草，然后海风是咸的，这样吹过来，对，然后所以我们的蜜其实吃起来就是有一寡咸甜的感觉。 饲芳的人唔来看每一个芳箱的状况，佮定期清芳汤。口乡的蜜真济，佮加上盐分的影响，生产出海口蜜，食起来咸香，滋味真特别。我自己就是家里也有余温，我是想要说余温，然后跟风可以结合一起。海口蜜带咸的滋味，那是代表口湖的气味，嘛是芳农生好饲芳的成果。有兴趣民众会当来遮谈看卖的。 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